啤酒或者任何的中国产品，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公平贸易。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公平贸易，在全球的商业里面竞争，那当然我们是赞成说，你尽量还是依照国际规则 ，WTO 都有规则。那么它真的违反了，那我们再反倾销。可是回到这个案例的话，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补贴。那刚才有看到啤酒工会说的，那是有形的。所以我们如果观众去理解的话，我先讲中国，再讲台湾。中国的话，它有中国酒类“14·5”规划，那是全中国大陆北京的。到了贵州，它有“14·5”规划。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比如泸州市，它有提供了我看一下它提供了5亿的产业扶持和10亿的政府引导基金，一个泸州市。所以你对比到台湾。台湾的中央政府一层补贴了，那到了台北市又一层补贴，那你可以想象大安区还有补贴，所以它是3层补贴下的酒类或者任何的产业，比如说比亚迪电动车等等都这样。那更夸张的是，除了这些看得到的钱，那么在广东啤酒，它有博士后研究站，就是聘了一大堆博士后，像中研院那些人，专门去研发新的啤酒，然后这个钱谁来？财政部补贴，所以不只是你看得到的补贴，还有后面人才的补贴，然后去形成这个产业。台湾的秘鲁这个产业要保护，因为这秘鲁不是工人，可能台啤不是工人当然是一部分但是很多小农啦。我刚刚产出，我很羡慕像日本，有就这地酒，比如讲伊去福冈还是什么大阪，都有他自己的风味特色地酒，我们叫地酒。我嘛希望讲台湾有一天会当有这种风气。你讲到地酒我来想，因为我所知日本是一保护主义真强的所在，所以伊的地酒是尼辛辛苦苦。这差不多7、8、10担，才甲花起来呢。对，无问题。所以咱爱安尼吗？我是足兴盛的啦，我个人啦，所以我嘛是赞成讲会当保护，就是爱保护起来。咱台湾是出口国家，所以希望讲全世界愈自由，对咱台湾的产业愈有帮助。无大家拢敢若顾着每一个国家的产业咱台湾的贸易做袂出来，所以自由是咱为在坚持的，但是在自由的过程当中，咱要保护咱个产业，避免因为外国的这个无公平的竞争，甲咱产业拍倒。所以对因为咱的国安产业好，也是因为无公平造成咱国安的问题，搁咱的新兴的产业，弱势的产业，咱政府就要适时的依照 WTO 法规来保护咱的产业。安尼就是讲，在保护甲这个自由一个平衡的过程当中，互咱的产业更较有竞争力就唔惊别人来对咱。而且就是咱台湾真侪产业拢是世界第一名所以咱只有讲希望讲是迄个全世界愈自由愈好。但是阮咧希望这个自由过程当中是在一个有法治的这过程当中来大家进行啦。安尼咱台湾的产业会发展得更较好，买保护到咱家己未来的弱势产业，搁咱的新兴产业，搁咱国安产业啦。